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新股速遞。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咧，就係英文名嚟嘅啫嚇，叫做 Mercies 嚇，咁啊係一啲 B 仔股，所謂生物科技股嚇。上市編號2629啊。公司咧就係做一啲同胃癌篩查相關嘅一啲核心產品，咁啊大家亦都預咗佢同其他未曾有盈利嘅生物科技股相當咁可能會上市後嘅波幅會比較大啲同埋都要留意國際之間一啲貿易嘅合作等等會唔會波動到嚟緊嘅前景啊？5月15號開始招股，5月20號早上9點30分就截止認購，上市日期係5月23號嘅，發行定價23個3，入場費2300蚊多啲集資額亦都係10億嘅。咁啊，如果大家對於非盈利嘅生物科技股有興趣嘅話，即管認購啦。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